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的平镇有一个30多岁新手妈妈，讲生囡仔了后情绪无稳定，竟然是亲手用枕头将2个月大囡仔给挟死。这个爸爸下班回来到厝，唔敢相信，马上把囡仔来送病院，但是也是救无回来。桃园市家防中心马上就进入来了解。夫妻育有2个月大的男婴，家庭成员间没有相关的服务以及通报记录，现在警方正在侦查中，未来也会视检警侦查的一个结果以及司法相应的情形，来提供这个家庭后续的协助。讲这对翁仔某做伙10年，生第一胎宝宝了后，这个妈妈就伫厝内底带囡仔，这个爸爸做工课趁钱，拢是早出门，晚才来入门。这个妈妈疑似生囡仔了后情绪无稳定，用枕头将2个月大囡仔来挟死，妨用杀人罪来移送。若这小宝宝死亡详细原因，这个检警爱过来调查。